上涨，今年回来再生养。这真的是累活。够嘞，看脚了。张开，这一边没得面。小姐，我这。好啊，这样。谢谢我。新鲜好吧？我这。这小姐红乎乎的。这还戴个口罩，戴个帽。对，这一头就出来太热了。今天再生可是乱生呀。对，这乱生咱真生了。我觉咱没有找啥人，就找俺老几那比搁那咱4人5人。咱5人在这块想，没有人不得人玩了。俺妈凉了汗坏了，这么热呢。这还舍得得劲，你知道的。所以用来回拉，要不然这样容易漏的。对，这样快。看看，在这一大一块。剩了。明个继续掰。